各位总坛师、各位大军，大家好。今日就是特别欢迎事件，以及咱前人在这个领导安排，到今仔这个法会，那么互我宣示前人的指令，要来咱们各位来探讨，到底伫目前千门万道做法的时阵，到底是坊间成为正宗的法门的道理。那么第二点，也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对。第三点，也来咱各位来报告，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如果是在对。所以，咱这个题目这个迈向快乐的意义家因这个题目，咱就个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明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你的灌输，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如果是在倒位，所以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意义家庭因这个题目，咱就个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明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你的灌输，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会归这个米的灌输呢？当然要伊的因缘，甲伊的主要理由。那么头拄来讲，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的时阵，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殊胜，但是会当提出经济出来无？会当是真明确，初佛到二佛，二佛要到三佛。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拢是家己安尼，家己自称讲家己是啥物组安尼，家己是啥物所以今仔日咱一贯真理天道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因为这伫咧佛中记载2500年前，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的交接，这个所在就用落去这个所在就伫摩顶受记，就已经甲伊受付2500年的代志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所以今仔日这个迈向快乐米的家园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米的英文天命来传承米的英文。那么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对咱无了解的人，听讲咱一贯的祖师是米的佛，那么咧伊就开始来提了米的下生经。一句话来讲，伊讲米的是56亿7千万年后，才下阎浮提度众生。所以，即摆来讲，米的英文是错误，但是咧，今仔咱毋是要甲伊相请，嘛毋是要甲伊辩，咱是只有要来肯定咱家己，希望咱家己顿时听到即句话，咱莫确实的明白，米的上生经记载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咧，这释条的入了后。马上归米的多数，米的多数偌久？多数56亿7千万年，咱才个是米的下阎浮提度众生，又毋是讲56亿7千万年后米的多数来度咱。所以讲这个论调的人，伊是家己看得无真清楚，所以咱绝对站得住脚所以无不可以，无不可以。安尼发起有考的时阵呢，有考的时阵问题作者，安那会使，安那会使，安那会使。老母老爸老母人咧破病的时阵呢，咧交钱的时阵，就是拄啊破，就请迄个老师来教，就讲什么字位，什么就字位，什么安怎就安怎，出了钱钱，我后钱通知，我公务人员出我那个女人尔，开不到后日钱通开。爸爸妈妈跟我讲，阮就做老人家。
这毋是啊，我都开无头头，就哪有解？即句话足侪人咧讲。若是个人，若是安尼是怎样？拢莫讲啊，以后拢莫讲啊，佫是迄个啊，后底就开始好啊。所以人人之间呢，需为佢轮回，有太多烦恼。而咱人间人当中呢，小可为佢，小可较轻。人会讲咱无，人会讲咱少。你啊啦，咱会讲咱无，人会讲咱少。或者以理双清朝，你若无呢？若无呢？你若想甲人计较，讲一句真心就唔简单。自言不住，却连做到终义不落，好像无爱之行。事实上，这种无爱中之清净的智慧，不是他人所言，唯有智者才能采言。这句字正是孔子篇原子的不为之物，所以孔子赞见相同，感善。孔子在举例里面来做一个比较，咱今日人，伊就是伊有超越到相异的所在，超越相异的所在，要比例性。而孔子这个人会当做到庄子不庄，庄就是扛起来，路就是从遐走出来，伊所做好的工作，伊拢来知。中央的大家参与拢做的。文主之道，暗言是将小人之道一言是光。文主之道，一万之言。文主之道就是暗言是将。小人之道是一言是光。文主之道是一万，知影得定。知影现实。造出来，咱来了解。所以文主应该是道，文主要是道。所以谈起来，卖我知那真叫我们那真好亲像有卖之有卖，有就是讲卖就是变卖。人讲你太讲，咱咧你太变，咱伊变卖是做一件，伊讲伊做一件。今日即卖修的人毋是要修色，毋是要修红，是要修安尼无，修安尼无，好真正无是这样无。所以讲呢，事实上，即种梦呢，有卖中唯有真清净的智慧来的。有卖，有个卖卖，利润也毋是普通人做的，毋是普通人做的。你叫咱去，我们去做，有智慧人去做，你嘛讲要假讲的，是你真咧讲的，但是互你拄着，做袂做。生病叫万本啊，就看起来，不敢食晒。上干，但是身边有遐尔智慧上干，王上武做人甲讲的，伊嘛毋敢晒好来食，头前头有长灯，关时咧甲长灯，我无晒来食上干。有智慧有智慧是啊，别保存一世呢，别救助众生呢，什么工作来做出来？所以唯有在家，唯有低价价这句字像就孔子在评论干主先生，不为图，孔子自己讲做对啊。讲无会言将这不为图，就以圣意书将伊话回来。伊讲道理讲规是互干主听，干主无要求小人，样样孔子讲话，讲规是。
看还是朝那个方向去看齐，朝那个方向去走。当然，自己来传统因为这阵就来讲，大家众生该讲来地位的事，只因梦想执着连见我，很奇怪。那么哪来讲，咱是大家这个众生，也咱嘛是总有地位的事，可是咱叫梦想执着叫你买呀，咱无当见我，没有关系，无当见我。咱透过因的教师，因甲咱教育，透过真人者甲咱提携，咱可以向他看齐，亲像安主，顺好人呀，袂好人呀，有好人呀，有为者的教师，顺德也是人，我安慰也是人，我要向你看齐，我后来也不会和你一样。修道是人修出来，道是人修出来，不道的话是人教。就今仔日，咱的前人无法可惜，咱的前人拢真可惜。现在这关有人行，互咱来，咱感觉真感觉放过啊！一世人咱来放到等伊啊，过去就高家人来嘛，去工人来做嘛。可怜，想起来，眼泪都流下来。真的，时间不长。哦，当时我30几岁时阵，就咧讲阮阿公40岁就咧讲，我叫阮阿公我今年我40几，我40岁，我今年40，实在是来一跑，来路不长。所以我果然在做出阿爸命啊。对于宿舍不良和关系容易，对于宿舍这个人，咱大家知啦，这咱即摆广东拢一个会尔啦，哦，搁再一个，咱讲吼搁再来搁家回宿舍安尼。对于宿舍就是当时郭德纲后生，郭德纲后生，因个人有了地位原则，会当做皇帝原则，会当做好嘢人做，甘愿出来，哦，兄弟相助，甲有讲出学生，两个学生一个主路，一个什么人讲，这个唔主路讲主有阮吼，咱讲主这个人国家嘅规定，公路我种名字，那是有个学生我来讲嘅，讲主这个中国这个名字，我老师讲，比如宿舍是怎样？讲老师比如宿舍是什么款人？因老师讲顾忌嘅是怎样？讲怨，因两个兄弟姊妹，因两个兄弟伊有要是使用3界有怨言的，讲就话讲，有人有无怨。因两个兄弟为了钱有人一道是怨言的，出来讲历史嘅讲，无助不为，咱老师会对讲。但是问到有甲问讲老师你要有诶，讲无甲问安尼。毋过代志问到，主无通好，讲主做好哦，咱来了解，有钱以前嘛，所以讲主呢真好了，譬如宿舍，真好了太平，有方便工作，但真烧煎半暝就煎甲天光有方便工作，你看完全都选总统，选甲烧久，选甲伊平，要有方便工作，要正甲讲就是讲啦。毋过呢，历代嘛是先人，讲就讲，一间公寓嘛，真是数字是人有钱的，
比如说一个技术使用产之下，因就建议清楚，先不利于自己呀。这间讲的有嘛，有成只大好呀，无输进农民店，无输进创行业。但是死的时阵无人改好，比如甲小电店店要死使用产家，甲现在几千年啊，人改好。通信讲世间的所有事物，拢无论有些啥，无大拢无些啥，所以是千万咱来了解，这个重要。唔使君主啦，入宫入言入三不入，这三不入当是好给人打倒，唔免，感觉有好本来人打倒，必要。但一般私人，一般法律就有，只是咱轻易就当因为比如较俗气，伊人对伊歹，袂要紧，没有关系，因为伊都袂熟，伊都袂好，伊毋是故意的，不良管其用意，管理的人就一点呢，这个总之，空主战这个现今比如俗气，都有中国的特色，都有中国的特色。咱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是不是？以前人上被孔子、民主所占有，比如甲俗气这两个人，上孔子甲民主所爱学了，要信任学了，唔是简单呢。起码咱讲一句实在啦，咱比如咱这人学了，唔是简单呢。你若无了什么做事啊，咱应该学了呢。讲我信任真的所以他表达咱正常就会讲我先生啊，你实在够，你实在够高调够大，真正是中华一番，真正。所以呢，孔子用称赞不讲义气，不讲义心，又讲伊呢拢是过自己。伊无讲他，伊的心志，伊的爱就是安尼，伊的志向安就是安尼，无改变。伊的身体无为了个一个因外物为了养死，有屈着了伊的身体。所以他学了是过自己的人。伊虽然要是伊使用三卡，那是求人的人，虽然是表示伊用三卡，不过伊是。有了解，下先出意，下先行义，民主是出意，孔子是行义，仁义是道德啊，是咱人生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啊！有道者尊，有德者贵，不然有钱者尊，有位者贵。所以大家要看。来给他写言，我们是站在科技的前端，我们不是跟着时代走，而是走在时代的前端。我这句话，钱重要，但是好像不能给学。宋楚文先生也好呀，几人给他学？孔孝义先生也好呀，几人给他学？咱老前人偌好呀，咱莫讲作文的人啊，咱老前人偌好呀，嘉义好用的先生偌好呀，朱捷进干嘛是偌好呀？你哪来比了啊？这拢是简单的代志，嘉义好用的先生，你看伊安做。咱出国了人家好呀，人家好呀，宋楚文先生伊就好呀，好呀，孔祥先生好呀，就好呀，几人给他？所以那是对有这种苗相关的，无
无什么原因。五比二宿舍有权利，不留人情，所以所行出来，所做出来，都就是天理。伊个一动念，一心思就是天理，无人情的存在，无人情的存在。所以修心自清，伊的这个心，这个气啊。烂掉没有问题啊，烂掉没有问题啊，有这么总有一天会烂掉。所以用人之量，量人的量，用人的量，非凡可比，不是普通人我能比的。不计前非，你过去做对唔对，因为伊甲你计较。为其所解，其地显降，伊希望帮你。你过去对我歹无要紧，你即摆后壁爱做较好，爱做较好咧，歹嘛要做。希望讲为伊所解，希望讲你爱管理解决，哦，来做善，安尼真成就简单。你若要继续做歹个，真做唔对。君子之风呀，这是君子之风。孔子曾经讲一句话啊。君子之德好，小人之德丑，草上之风偏。君主的德那是良好，小人那是良草。好草最好。君主做头前行，小人做后壁行。所以孔子前来提出讲啊：第三主以我为问何，我不问何你。我为以不第三主者，是我呀。你们没有关系。对我往后面走，你就可以跟我回去了。慢慢的来，你们一步一步跟我走，就可以回去了。还记吗？这是谁来的下一个？啊，若是有理有行德，有真理，就会做出了得胜的物件到来。万家之孝，万年的人都做起来啊！我对你对你歹，啊，你讲对我好，我当然爱万年。别个甲你万年啥？我本来对你足歹，你对我够好啊，我对万年啥？所以孔子到德清，这种人得受用。孔子大概学了讲，你这款人得受用。到体界做一个比例，我咱每一个日子买好法。人讲，咱既然在小人对讲，我甲死人甲你气咧，迄气来是很苦，你很苦，我迄气拢无咧，放袂紧手，咱对咱叫甲放袂紧手，袂好啊，咱得到轻松，风披食较饭，偏人心肝不是无相，姊妹咱即只课到这，就到3点，是不是啊？嘿，3点50分，到3点。大众请起。前道感谢谢讲之慈悲鞠躬。